台语罗马字白话字基础班第11课变调音，用声调做练习。白话字的变调音，台语上大的优美，也是甲华语的特色真大的无同，就是有变调音的系统。总是变调音也是台语白话字文法上界复杂的部分。变调音是用伫讲甲读的时，字音会亲像音乐有悬有低，爱变调。变调音也有分做固定变调音甲特殊变调音两种。固定变调音是写变读，第一声变第七声，第五声变第七声，第七声变第三声，第三声变第二声，第四声甲第八声会互变。若是字尾是用虚来做表示，第四声会变做第二声，第八声变做第三声。固定变调音，第一，台语白话字每一个字音单独发音拢是本调音，也就是原音。每一个字也拢爱写做本调音。敢若讲甲读爱看位置，伫倒位的声音来变调变音。第二，既然有两个字音以上的诗句，最后一字毋免变音以外，其他的字音讲甲读拢爱改变调音，亲像电脑本调音电脑，变音是电脑。农业本调音农业，变调音是农业。花草本调音花草，变调音花草。食饭本调音食饭，变调音食饭。第三，既然一句话有三个以上的连结词，无论是四字、五字等等，除了最后一字毋免变音以外，其他每一个字音伫讲甲读拢爱改变伊的调音，亲像手机仔本调音手机仔，变调音手机仔。无线电本调音无线电，变调音无线电。妖怪囡仔本调音妖怪囡仔，变调音妖怪囡仔。厝边头尾本调音厝边头尾，变调音厝边头尾。536本调音536，变调音536。蔡英文总统本调音蔡英文总统，变调音蔡英文总统。特殊变调音有三连音，也是讲三踏音。
头一个就是尾字，若是第一声、第五声、第七声，还是第八声到虚的声调的时，头字伫讲甲读拢爱变做第一声调，亲像酸酸酸，原调是酸酸酸，变调是酸酸酸，甜甜甜，本调音是甜甜甜，变调音是甜甜甜，芳芳芳，本调音是芳芳芳，变调音是芳芳芳。第五声昂昂昂，本调音是昂昂昂，变调音是昂昂昂。圆圆圆，本调音是圆圆圆，变调音是圆圆圆。淡淡淡，本调音是淡淡淡，变调音是淡淡淡。第七声有顺顺顺，本调音顺顺顺，变调音顺顺顺。老老老，本调音老老老，变调音老老老。嗡嗡嗡，本调音嗡嗡嗡，变调音嗡嗡嗡。第八声到虚做字尾，有白白白，本调音白白白，变调音白白白。热热热，本调音热热热，变调音热热热。啵啵啵，本调音啵啵啵，变调音啵啵啵。第二个规则，尾字若是第二声、第三声，还是第四声到虚做字尾的声调的时，头字伫讲甲读拢爱甲中个字的声调共一字，亲像第二声有水水水，本调音水水水，变调音水水水。苦苦苦，本调音苦苦苦，变调音苦苦苦。久久久，本调音久久久，变调音久久久。翘翘翘，本调音翘翘翘，变调音翘翘翘。第三声又又又，本调音又又又，变调音又又又。切切切，本调音切切切，变调音切切切。吵吵吵，本调音吵吵吵，变调音吵吵吵。对对对，本调音对对对，变调音
对对对，册册册，本调音册册册，变调音册册册。第四声用虚做字尾的音有肉肉肉，本调音肉肉肉，变调音肉肉肉。看看看，本调音看看看，变调音看看看。册册册，本调音册册册，变调音册册册。轻声的变调音，轻声是相连话的语句助词免变声调。若是伫相连话后面，第一声、第二声、第四声、第五声甲第八声的声调，拢爱变做是第三声的声调轻声发音，亲像倒地，本调音倒地，变调音倒地。起来，本调音起来，变调音起来。找到，本调音找到，变调音找到。北去，本调音北伊，变调音北伊。拍死，本调音拍死，变调音拍死。好无，本调音好无，变调音好无。对啦，本调音对啦，变调音对啦。用相连话做轻声的变调音，会当伫语气区别语义有即个功能，亲像后日，后日伫中文是咧指后天，本调音后日，变调音后日。另外，后日，后日伫中文是咧指过几天，后日，变调音后日。买无，买无伫中文是指买不到，本调音买无，变调音买无。另外，买无，买无伫中文是指要买吗？买无，变调音买无。无去，无去伫中文是指没有去，无去，变调音无去。另外，无去，无去伫中文是咧指遗失，也是讲叛变。无去，变调音无去。用做助词的尾字，伫讲、甲、读
爱鸟仔，亲像孙仔、狗仔、树仔、鸭仔、麦仔、贼仔、石头仔、铜钉仔、绳仔、钩仔、蚊仔、鸭，用伫语句下中做助词，讲角读爱变做鸭，亲像鸡仔囝、贼仔补、青仔脚、鸡仔兵、柳仔篮、篮仔内、罐仔领、鸟鼠仔收。写台文，讲台语，请继续打拼，努力。